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峰開運館，我係你哋嘅老朋友。首先同大家講一聲時辰到啦，唔經不覺又就快到農曆7月啦。講到農曆7月，相信好多老友記第一反應就係鬼月㗎嘛，冇錯，每年農曆7月民間都叫鬼月，亦都係盂蘭節、中元節所在嘅月份。講起盂蘭節，好多人以為只係燒衣紙、拜祖先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。盂蘭節係佛教同道教結合嘅傳統節日，佛教叫盂蘭盆會，源自目連救母嘅故事；道教就叫中元節，話呢日地官大帝會下凡赦免亡魂嘅罪過，所以不論佛道都認為農曆7月地府之門會打開，亡魂可以返回陽間接受後人祭祀。蘇文峰師傅成日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六就順應潮流。咩叫順應潮流？唔係叫你跟時裝啊，係順應天時、順應節氣。一年24個節氣，每個時節有每個時節嘅講究。鬼月就係其中一個特別需要注意嘅時段。好多人覺得鬼月禁忌係迷信，其實你反轉頭諗，老祖宗流傳咗幾千年嘅規矩唔係亂來嘅，好多禁忌背後都有道理嘅。有啲係衛生問題，有啲係安全問題，有啲係心理層面嘅自我保護。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蘇文峰師傅總結嘅農曆7月10大禁忌，邊啲一定要避，邊啲犯咗真係會影響運氣。每一樣我都會同大家講清楚。傳統點講，蘇師傅點解讀，背後有咩現實道理，同埋萬一唔小心犯咗點樣化解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開小鈴鐺，因為下一期我會同大家講鬼月點樣催財，教你哋呢個月唔單止唔會衰，仲可以趁住呢個陰陽交替嘅時候，反而旺一旺財運。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一樣禁忌，夜晚唔好獨自出街，尤其係老人家同小朋友。呢樣應該好多人都聽過。傳統講法，農曆7月地府之門大開，陰氣最重。特別係夜晚日落之後，蘇師傅話人身上有3把火，頭頂1把，左右膊頭各1把。呢3把火就係人嘅陽氣，火焰高嘅時候污糟嘢唔敢埋身。3把火嘅講法其實好多風水師都講過，頭頂嗰把叫元神燈，左右膊頭嗰2把叫保護火，3火齊明，百邪不侵。如果其中1把熄咗，陽氣就會弱，就容易有嘢趁虛而入。但夜晚嘅時候陽氣本來就弱，再加獨自一個人，3把火嘅氣勢就會減弱。特別係老人家年紀大咗，陽氣本來就唔夠旺，小朋友細個魂魄未齊，都係比較容易受影響嘅人群。仲有孕婦懷孕嘅時候，身體帶住2個生命，氣場比較特殊，都係建議夜晚少出門。蘇師傅特別提醒，如果真係要夜晚出街，最好結伴同行，唔好一個人行僻靜嘅路。見到路邊有人燒衣紙，繞路行唔好駐足睇，更加唔好亂講說話。行路嘅時候靠中間行，唔好貼住牆邊，因為牆邊陰氣比較重。仲有一樣，夜晚出街返屋企，入門之前最好拍拍身上或者跺跺腳先入屋。傳統講法係將跟住你返嚟嘅唔好嘅嘢擋喺門外。其實從心理學角度都係一種心理暗示，等自己知道我返到安全嘅地方啦，放鬆落嚟。其實呢樣都有現實道理。7月天氣熱，夜晚好多人出嚟乘涼，路邊又多祭祀活動，人多車多，老人家夜晚出街確實比較危險。再加上7月多雨露，話夜晚視線又唔好，容易跣到，容易發生意外。老祖宗講夜晚少出門，本質上都係保護自己。第二樣禁忌，夜晚唔好亂吹口哨。呢樣好多後生唔知，但老人家一定聽過話說，夜晚吹口哨會招陰。蘇師傅解釋過，呢個唔係話一吹口哨就有鬼出嚟咁誇張，但口哨嘅聲音頻率確實比較容易引起靈體注意。點解口哨會特別？因為口哨嘅聲音比較尖、比較清，同平常講話嘅聲音頻率唔一樣。傳統講法，靈體對呢種高頻率嘅聲音特別敏感，會以為係叫佢哋就會過嚟。特別係行過巷仔、樓梯底、樹下呢啲陰氣比較重嘅地方，千祈唔好一邊行一邊吹口哨。仲有屋企夜晚都唔好吹，尤其係廁所、廚房呢啲角落位。廁所本來就係濕氣重、陰氣重嘅地方，你再吹口哨就更加容易招嘢。有人話我成日吹都冇事啊，蘇師傅話風水呢樣嘢係有限度之下做到最好，唔係話犯咗就一定大禍臨頭，但能夠避免嘅。點解要去試？就好似過馬路紅燈，你闖過去唔一定會被車撞，但你唔會故意去闖嘛，對唔對？仲有一樣，夜晚唔好彈吉他，唔好吹笛呢啲樂器，原理同口哨一樣，清脆嘅樂聲容易招惹唔好嘅嘢。特別係獨居嘅朋友，夜晚一個人喺屋企唔好搞呢啲安靜，睇下電視，聽下柔和嘅音樂就得。如果真係唔小心吹咗點算，都唔使驚，講一句唔好意思，唔係叫你，或者吐3下口水，民間話可以化解。其實最緊要個心唔好驚，你一驚氣場就弱，氣場弱就容易有感應，平常心就得。第3樣禁忌3，唔好掛出街過夜。呢樣禁忌好多廣東人家長都會同細路講，天黑啦收衫啦。點解傳統講法
夜晚陰氣重啲衫掛喺外邊會有靈體試穿，第二日你着上身就會帶到唔好嘅氣場。蘇師傅補充過，其實從風水角度，衫係貼身之物，最容易沾染氣場。你每日着住佢，你嘅氣場就會滲入去件衫嗰度。同樣道理，件衫放喺外邊一晚，外邊嘅氣場都會沾染上去。夜晚怒氣重，又有濕氣衫掛出外邊，一夜吸咗好多陰濕之氣，着上身對身體唔好，特別係內衣內褲更加唔好過夜，因為貼身貼膚有自己嘅氣味。最容易招惹靈體，仲有小朋友嘅衫，小朋友陽氣弱，衫掛出外邊過夜，更加容易沾到唔好嘅氣場。第二日着咗容易喊，容易病。仲有一樣，夜晚風大，衫吹到飄飄下，遠睇好似個人企喺度，容易嚇親人，亦都容易招惹唔好嘅東西。你諗下，深夜一個人行過，見到你陽台飄住一件長衫，人影都冇個唔嚇一跳先奇。所以老友記記得太陽落山之前，將外邊嘅衫全部收翻入屋，唔好貪一時方便。如果有時忘記咗，第二日先收翻着之前，最好過下水，或者用風筒吹一吹，等陽氣翻嚟先好着。其實呢樣都有科學道理。夜晚空氣中濕度高，衫晾一晚其實唔會乾，仲會吸好多濕氣，着上身容易風濕，容易感冒。特別係老人家，本來關節就唔好，着濕淋淋嘅衫更加唔好，所以老祖宗嘅規矩唔係冇道理嘅。第四樣禁忌，路邊嘅錢同雜物千祈唔好亂撿。呢樣蘇師傅特別強調過，鬼月好多人會路邊撒錢擺物品，係拜祭用嘅。你見到路邊有零錢、有紅包，甚至有首飾，千祈唔好貪小便宜去撿。民間有種講法，有人會將自己嘅病痛衰運過，係錢上面掉咗出去，邊個撿到就會將呢啲衰運帶返屋企。呢個叫買命錢或者轉運錢，雖然呢個講法有冇根據就見仁見智，但蘇師傅話貪字得個貧，路邊唔係自己嘅嘢唔好亂碰就最穩陣，特別係紅包封住嘅錢更加唔好亂拆。好多時候係人哋專門擺喺路邊做法事用嘅，你拆咗拿咗就等於承接咗人哋嘅衰運，寧願走遠啲都唔好貪呢個小便宜。仲有一樣，路邊嘅食物生果更加唔好亂執，好多都係祭品食咗，唔單止唔衛生，傳統講仲會憎陰人嘢食惹麻煩。有啲老人家見到路邊有生果仲好新鮮，覺得丟咗浪費就拎返屋企，千祈唔好唔係自己嘅嘢唔好亂拿。仲有一樣要注意，路邊嘅娃娃公仔都唔好亂撿。因為有啲人會將靈體附喺公仔度掉咗出去，你撿返屋企就等於帶咗個麻煩返嚟，呢樣唔係嚇，大家小心駛得萬年船嘛。老友記記得同孫仔孫女講，出街見到地上有錢唔好貪心去撿，尤其係紅包封住嘅，更加唔好亂拆，見到就當冇見到，行過就得。如果真係唔小心撿咗點算？蘇師傅話即刻放返原位，講一句有借有還，再借不難，或者將錢捐去做善事，將功補過。最緊要唔好將錢放佔自己銀包，唔好將呢個氣場帶返屋企。第五樣禁忌，唔好隨便拍人哋膊頭，亦都唔好俾人隨便拍。你膊頭呢樣好多人中招，因為大家平時打招呼習慣拍一拍膊頭，喂老友，但鬼月呢個動作就要小心。蘇師傅成日講，人身上三把火，左右膊頭各一把。你突然拍人哋膊頭，會將把火拍熄。平時冇事，但鬼月陰氣重，把火一熄，陽氣就弱，容易有嘢趁虛而入。特別係人哋蹲低執嘢或者專心做緊嘢嘅時候，你唔好突然走過去拍人哋膊頭，好容易嚇親人，嚇到魂魄唔齊。老人家同小朋友更加要注意，本身陽氣就唔夠旺，俾人突然一拍，好容易病。我聽過一個真實個案，有個阿伯鬼月期間去公園晨運，後邊個朋友同佢開玩笑，突然大力拍咗一下佢膊頭，個阿伯當場嚇到飆冷汗，返屋企就病咗，燒咗幾日先好。當然你可以話係嚇親係心理作用，但無論如何突然拍人膊頭本來就唔係禮貌嘅行為，能夠避免就避免，當然唔係話完全唔可以碰。蘇師傅話正常輕輕拍下冇問題，最緊要唔好突然唔好大力。如果要叫人先出聲，等人轉個頭再傾偈，比如話陳伯等佢轉個頭，你再傾偈就冇問題。仲有一樣，夜晚唔好係人後邊叫人個名。傳統講法，夜晚叫人個名，靈體會記住，會跟住把聲走。呢個雖然有啲玄，但從安全角度，夜晚係人後邊突然叫人都容易嚇親人。所以都係正面打招呼比較好，呢樣真係好多人唔知，大家可以轉發俾身邊朋友提醒一下，特別係從意同朋友開玩笑拍人膊頭嘅老友記，呢一個月就忍下手，唔好亂拍。第六樣禁忌，唔好去海邊河邊游水，亦都唔好釣魚。農曆7月傳統講水鬼最活躍，蘇師傅話水本來就屬陰，水底之下陰氣最重，鬼月期間水邊嘅陰氣會比平時更加重，特別係日落之後。點解水特別多講究？
因為風水學入面山屬陽，水屬陰，水係陰氣匯聚嘅地方，特別係深水死水陰氣更加重。鬼月成個月陰氣都重，水邊就更加唔使講，每年新聞都有報，夏天游水遇溺嘅事故特別多。老人家成日話欺山莫欺水，唔係冇道理。水底下情況複雜，暗流水草、體溫驟降都會有危險。好多人以為自己水性好，結果落咗水先知道唔對路，為時已晚。蘇師傅建議鬼月期間，大人細路都唔好去偏僻嘅海灘、河邊游水。如果真係想游去正規嘅游泳池，人多陽氣旺，相對安全。釣魚都一樣，夜晚唔好去水邊釣，日頭都最好揀人多嘅地方。仲一樣唔好係水邊講唔吉利嘅說話。比如話唔會遇溺嘅，我水性好冇問題。老人家話唔好係水邊講大話，水鬼會聽到會專門揾你麻煩。雖然呢個係傳說，但做人謙虛啲、小心啲總冇錯。身體健康嘅後生可能覺得冇所謂，但老人家就真係要小心。7月天氣變化大，一陣熱一陣雨，水邊又濕滑，容易跣到安全。第一，對唔對？如果住海邊、河邊嘅朋友，屋企窗對住水鬼月期間，夜晚最好拉上窗簾，唔好成日望住水面。因為水面會反射陰氣，長時間望住對氣場唔好睡房，更加唔好對住大水，容易發噩夢，睡眠質素差。第7樣禁忌，夜晚唔好成日講鬼字。呢樣有個說法叫講鬼鬼就到。蘇師傅解釋，唔係話你一講就真係有鬼出現，係你成日掛住呢樣嘢，個心就會怯，個心一怯，氣場就弱，氣場一弱就容易有感應。呢個其實同心理學嘅自我實現預言有點似，你越諗一樣嘢，就越容易留意到相關嘅跡象，然後就更加確信變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心理學都有講啦，你越諗一樣嘢就越容易產生幻覺。夜晚行夜路你本來唔怕，但你一路行一路諗，會唔會有鬼啊？行下行下聽到少少聲就嚇到飛起，其實只係貓隻啫嘛，或者風吹樹葉聲。蘇師傅成日話心正不怕影邪，你唔去諗唔去講，自然就唔會受影響。特別係帶小朋友嘅時候，唔好嚇細路。唔聽話鬼就嚟捉你，咁樣會令細路從小就有心理陰影，膽量越嚟越細，長大咗都容易膽小怕事。仲有一樣，睇鬼片講鬼故都最好避開呢個月，特別係夜晚唔好睇驚慄片，唔好係被竇講鬼故。睇完講完個腦入面都係呢啲畫面，入睡之後容易發噩夢，睡眠質素差，日頭精神就唔好精神，唔好運氣自然就跟住差。當然朋友之間講笑講下冇問題，最緊要個心唔好恐懼，恐懼先係最傷氣場嘅嘢。佢話你坦坦蕩蕩、正正當當，咩污糟嘢都唔敢埋你身。蘇師傅有句說話講得好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也不驚。做人對得住天地良心，自然乜都唔使怕。鬼月只係一個傳統節日，係紀念祖先超度亡魂嘅日子，唔使過度驚慌。第8樣禁忌，路邊燒衣紙嘅灰，千祈唔好踩鬼月。好多人會路邊燒衣紙拜祭先人，燒完之後會有一堆灰，呢啲灰千祈唔好去踩，亦都唔好踢。蘇師傅話呢啲係後人對先人嘅心意，你踩上去就係對先人唔尊敬。傳統講踩祭品、踩衣紙灰會觸怒陰靈，影響自己嘅運氣。其實換個角度諗，人家拜緊祖先，你行過都應該有禮貌，繞路行，唔好大大聲講嘢。呢個係基本尊重，就好似人哋辦緊喪事，你唔好係隔邊歡笑一樣，係一種公德心，係一種對他人嘅尊重。仲有一樣，燒衣紙嘅時候唔好站喺風口位，唔好讓啲灰吹到你身上。如果唔小心吹到，翻屋企即刻換衫沖涼，將唔好嘅氣場沖走。拜祭用嘅生果食物唔好亂拎，唔好亂食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做人基本嘅禮貌同尊重。人哋拜祖先嘅嘢，你拿去食算係乜呢？就算擺喺路邊冇人要都唔好亂動。仲有一樣要注意，見到人燒衣紙唔好亂拍照，唔好亂拍片。呢個係人哋嘅私事，亦都係對先人嘅不敬。你站喺旁邊影相，好似睇戲一樣，非常唔禮貌。如果細路仔唔小心踩咗點算？同佢講聲對唔住，喺細路仔唔識事，然後帶佢走就得，唔使太驚慌，不知者不罪。最緊要個心有敬意。其實呢啲規矩講到底就2個字：尊重。對先人尊重，最傳統尊重，對他人尊重。有呢份尊重，自然唔會做出失禮嘅事，自然唔會惹麻煩。第9樣禁忌，鬼月唔好慶生，唔好辦大事。傳統講法，農曆7月係鬼月，唔係好月份，所以唔適合辦喜事。比如話結婚、擺滿月、搬新屋、開張呢啲大事，通常都會避開7月。點解？因為7月係陰氣最重嘅月份，辦喜事係陽氣旺嘅事，一陰一陽互相衝突。傳統認為唔好意頭，特別係結婚一世人一次。當然揀個好月份，邊有人會揀鬼月擺酒慶生都一樣。好多人唔從意7月生日，覺得唔好意頭。蘇師傅就話其實唔使太執着，如果真係7月生日低調慶祝就得，唔好太鋪張，唔好太夜。特別係老人家做大壽，60大壽、70大壽呢啲最好就揀第2個月補足。
圖嘅吉利仲有一樣，鬼月唔好開始新嘅大計劃，比如話辭職轉工、創業開鋪、簽大合同。蘇師傅話7月氣場比較動盪，唔適合做重大決定，等過咗7月氣場穩定翻再做決定都唔遲。呢個其實都有道理。7月天氣熱，人容易心浮氣躁，做決定容易衝動。等涼翻啲，頭腦清醒啲再做決定，自然穩陣好多。好多公司都係9月、10月先做重大決策，都有呢個因素喺入面。如果已經訂咗7月結婚點算？蘇師傅話可以擇個好日子，然後擺啲辟邪嘅物品，比如紅布、八卦鏡就可以化解，唔使話一定要改期，最緊要自己個心舒服。如果你本身唔介意，其實就冇問題。如果你自己都覺得怪怪地，就不如改期，免得心入面有條刺。仲有一樣，鬼月唔好買車，唔好買樓，呢個就見仁見智。蘇師傅話買車買樓係大事，如果可以揀時間就避開7月，如果趕住要都冇所謂。最緊要做個淨車淨屋儀式，求個心安。第10樣禁忌，唔好搬屋，唔好大裝修。最後一樣都係好多人會忽略嘅，鬼月唔好搬屋，亦都唔好作場大裝修。蘇師傅解釋，搬屋等於將自己個氣場全部換過。本來就需要時間適應鬼月，外邊氣場本來就亂，呢個時候搬屋容易將唔好嘅氣場帶入新屋。新屋本來氣場就未穩定，再加外邊嘅雜氣住進去，容易病，容易唔順利，作牆鑽孔呢啲大工程更加唔好。風水學上講，動土會驚動地方神靈，亦都會搞亂屋企嘅氣場。平時動土都要揀個好日子，何況係鬼月，特別係牆壁、地板呢啲同地基有關嘅，更加唔好亂動。如果真係趕住要裝修，怎麼辦？蘇師傅話細小嘅維修冇問題，比如換個燈、換個水龍頭，呢啲唔算大動土，但大作大轉拆牆起牆就最好。等過咗7月搬屋都一樣，如果已經訂咗日子改唔到，搬之前一定要做淨屋儀式。簡單嘅方法，搬入去前將所有窗打開，用艾草或者檀香燒一圈，由內到外將屋入面嘅雜氣趕走，或者灑粗鹽都有淨化作用。做完儀式先搬家心入去。仲有一樣，搬屋第一日最好煮一壺開水，喺客廳度打開個蓋，等水蒸氣散出嚟，風水學上叫財源滾滾，亦都有暖屋嘅作用，令屋企陽氣旺起來。第一晚唔好瞓太夜，屋企燈開着，等屋企有人氣。如果舊屋搬走都記得清潔乾淨，關好所有水龍頭電器。離開嘅時候講一聲多謝照顧我走啦，都係一種禮貌。傳統講法，每間屋都有屋神，你住咗咁耐，離開你時打個招呼係一種尊重。講完10大禁忌，同大家講下，有3類人鬼月特別要注意，要比平常更加小心。第一類老人家年紀大，陽氣本來就弱，身體抵抗力又差，鬼月陰氣重，特別容易受影響。建議老人家夜晚盡量唔好出門，早啲休息，屋企保持光猛，唔好暗暗沉沉。嗰要晨運，等太陽出咗先，好唔好天蒙蒙光就出去。第二類小朋友細個魂魄未齊，天眼仲未閂，容易見到大人見唔到嘅嘢，容易受驚。夜晚唔好帶小朋友去偏僻地方，唔好去參加喪禮，唔好去醫院探病人。返屋企入門前最好叫下細路個名，等佢應一聲先入屋，驚嚇到魂魄唔齊。第3類孕婦懷住新生命，氣場比較特殊，同時都比較脆弱。鬼月盡量唔好夜晚出門，唔好去陰氣重嘅地方。如果要去醫院產檢，最好日頭有人陪同屋企，唔好亂釘釘子，唔好亂搬家俬。傳統講會驚動胎神。呢3類朋友鬼月期間可以佩戴玉器紅繩，或者放個平安符係銀包，求個心安。最緊要保持心情愉快，唔好驚青。你心情好，氣場就好，氣場好就乜都唔怕。講咗咁多唔可以做嘅，同大家講下鬼月有啲咩係可以做，仲可以幫你轉運嘅。第一件，多做善事，多布施。鬼月本來就係超度亡魂積累陰德嘅月份，你呢個月多做善事，多幫人，多捐錢做功德陰德，積得比平時更加多。蘇師傅成日講4積陰德，陰德係自己嘅，誰都搶唔走，係一輩子。跟住你嘅第二件，拜祭祖先盡孝道。鬼月係紀念祖先嘅日子，得閒去掃下墓，拜下祖先，講下自己近況，表達下心意。孝道係中華民族傳統美德，亦都係積福嘅最好方法。祖先安樂，後人自然順利。第3件，屋企保持乾淨明亮。鬼月陰氣重，屋企就要保持陽氣旺，多開窗通風，多開燈光，猛啲雜物清理乾淨，屋企乾淨整齊，氣場就好住嘅人，自然精神飽滿，運氣都會跟住好好。10大禁忌講完啦，3類注意人群都講埋，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蘇文峰師傅嘅觀點。鬼月禁忌唔係叫大家咩都唔敢做，每日驚驚清清，唔係嘅。蘇師傅成日講風水係有限度之下做到最好，禁忌嘅本質係提醒你呢個時段要特別注意，特別小心，唔好大意。10樣禁忌歸根結底就3個字：全敬畏。
對天地存敬畏，對傳統存敬畏，對他人存敬畏。你有敬畏之心，自然行事小心，自然少出錯，少惹麻煩。仲有蘇師傅最經典嘅一句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。運氣呢樣嘢，風水只係第3位。第一位係命，第2位係運，第4位係陰德，即係多做善事，多積福。你平時多做好事，多幫人，個人心地好，氣場就正，氣場正，咩污糟嘢都唔敢埋身。呢個先係最根本嘅化解方法。風水只係輔助，人心先係最重要。鬼月期間，如果大家想安心啲，可以屋企擺啲闊葉植物，大門口掛個八卦鏡，或者帶住玉器紅繩，呢啲都係民間常用嘅辟邪方法，求個心安都好，但千祈唔好走火入魔。買一大堆風水物品返屋企擺到滿山滿谷。蘇師傅話最緊要自然舒服，你擺到自己都覺得怪，氣場就唔會好。簡簡單單乾乾淨淨就最好。好啦，今日嘅10大禁忌就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中咗幾多樣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你最常犯嘅係第幾樣，或者你仲聽過其他鬼月禁忌都可以留言分享下。記得訂閱文風開運館，開隔離嘅小鈴鐺，因為下一期我會同大家講更加實用嘅。鬼月唔單止唔使怕，仲可以催財。好多人以為鬼月只會行衰運，其實唔係嘅。蘇文峰師傅有獨門方法，教你趁住鬼月呢個陰陽交替嘅時候，反而可以催旺財運。想知點樣做？下一期話你知。仲有，我哋頻道會定時更新家居風水、生肖運程、面相學問，全部都係蘇文峰師傅嘅理論，淺白易明，學咗即用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從意呢類題目，記得分享俾佢哋一齊趨吉避凶，越嚟越好運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大家鬼月平安順利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